1989年5月14日，台湾出现头一件以表决的方式罢工的活动。远东纺织新埔厂的员工有90%表决赞成罢工。要是罢工成为合法化的话，就要经过理事会通过。投票甲开票过程中，资方捌甲劳方发生集体冲突，因为最后劳方议员依照远超过一半的投票结果，正式开始罢工。1994年5月14日，南港软体工业园区举行动土典礼。当时行政院长连战讲，爱挖靠软体，才有提升硬体附加价单，和台湾的产品更较有竞争力。开工的典礼，可以说也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努力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成绩。南港软体工业园区的成立，嘛代表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为科学园区硬体工业迈向高附加价值的知识密集的产业。